大灣區新區裝修實錄合集4，安裝寬頻、電視盒子、防蚊紗窗、防蚊門、濾水器。最近一年知道有一定數量直接或者間接認識嘅香港朋友有意或者已經準備嚟到大灣區退休長住，因此佢哋對於家居裝修啊、購置家電呢方面嘅知識咧係有一定需要嘅。我係2年半前為自己喺肇慶嘅屋企做簡單裝修同埋購置嘅，之後就陸續拍片分享。由於呢2年間一般裝修嘅設置項目嘅做法變化唔大，而國內亦都冇咩通脹，所以裝修嘅材料、人工嘅價錢都冇變化。所以我2年前裝修嘅經歷對嗰啲想嚟大灣區居住嘅朋友仍然有一定嘅參考價值。趁春節期間，我重新整理各段影片，加以剪輯，有需要就重新錄音，加上啲裝置用咗2年之後嘅報告，製作成合集，俾各位網友參考。如果你認識有朋友有興趣嚟大灣區居住，請你將呢條片轉發俾佢啦，多謝。安裝寬頻及電視盒子，尋日嚟裝咗廣電嘅網絡，1864蚊，裏面包含個寬頻咧就係300兆嘅。我唔知夠唔夠用，不過用住先啦。如果唔夠嘅話，遲啲可能加到500兆，或者1000兆都未定嘅。咁本嚟咧就約咗前日嘅3點到5點嘅，約好咗噶啦。結果等咗2個鐘，個人唔到，再追查，再追問，原來佢個手上個單太多，做唔切，於是就改喺尋日先至嚟幫我裝，裝都裝得快嘅。大概半個鐘至9個字左右咧就裝好咗啦。咁包括有個電視盒子啦，你見到啦，呢一個咧就係嗰個電視盒子啦，就可以睇國內所有台啦，同埋香港嘅翡翠同埋明珠台咁講嚇。補充一句，光纖信號係由大門玄關個鏡櫃裏邊攞到嘅。另外咧就有2隻路由器嘅，咁第一隻路由器咧就係擺呢度嘅，呢度有隻路由器啊。另一隻路由器咧就喺主人房，就係擺呢度嘅。好啦，而家我屋企咧已經可以有 WiFi 噶啦。咁據稱咧呢2隻路由器夾埋咧就可以將我全屋都可以收到 WiFi 噶啦。咁至於個電視盒子咧就未試到，因為咧本來配合得好完美嘅，就係尋日咧亦都送電視嚟，咁將個電視一駁就應該有得睇噶啦。不過咧個電視送嚟嗰個屏幕爛咗，咁我當然拒收啦。咁暫時都未測試到個電視點樣睇法。好，人生就係咁噶啦，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我哋都係學習接受啦。結果係美好嘅，裝咗電視機之後，係可以睇到香港嘅翡翠台、明珠台同埋全國嘅電視台。寬頻嘅 WiFi 亦都覆蓋咗全屋，都係流暢嘅。廣電嘅寬頻計劃提供300兆同埋500兆2種，300兆1年係828蚊，3年係1764蚊。我就揀咗呢個300兆3年嘅。另外新開戶要另加100蚊開戶費，所以我一共俾咗1864蚊。廣電網絡嘅寬頻同電視盒子用咗2年多啦。報告一下，寬頻我只係用300兆，屬於低流量，但係因為只係2個人用起上嚟算係流暢嘅。廣電提供嘅電視盒子可以合法咁睇香港嘅翡翠台同明珠台，唔使翻牆，算係好方便。但係只係限於翡翠台同明珠台，如果想睇 Now TV 或者開電視就要另外處理啦。不過因為我哋唔太多睇電視，所以都不構成問題嘅。安裝防蚊門和紗窗，只要屋苑嘅滅蚊工作一鬆懈，啲蚊咧就會滋生去侵襲我哋。我諗呢個係大家嘅共同經驗，所以咧裝防蚊紗窗同埋門係必須嘅。防蚊紗窗有幾種款式，例如有磁吸式、3推式等等。呢一種係磁吸式，可以將成個蚊網揭起嘅。而我安裝嘅係3推式，我係用咗呢一隻紗窗嘅。而家個紗窗個狀況咧就係個紗窗係關咗，出邊個玻璃窗就開咗。呢度有粒掣嘅個紗窗，呢度有粒掣，可以開咗佢就可以啦，推開個門。
然後咧關咗隻玻璃窗，就關玻璃窗啦。咁咧就將個紗窗嘅活門咧放翻落嚟，就係咁樣用嘅。咁如果想開窗咧，我哋就推上去，開住個玻璃窗，放翻個紗窗活門落嚟，鎖翻就得㗎啦。裝呢種紗窗每隻係350蚊，連工包料。喺廁所、廚房、房間各處我都裝咗，一共裝咗8隻。另外喺3個地方裝咗防蚊門，書房一隻係978蚊，生活陽台一隻805蚊，觀景陽台一對1650蚊。其實防蚊紗窗嘅靈魂係在於防蚊網。市面上面防蚊網有幾種，例如高透網啊、金剛網啊、高清網等等。討論裝修細節嘅時候，裝修公司問我想要高清網抑或金剛網，當時我其實冇研究過嘅，一聽到高清2個字就即刻選定用咗高清網啦。後來裝好之後，發覺高清網的確係好高清，透光度好好，亦都能夠阻擋啲蚊蟲。用我裝好嗰啲防蚊紗窗同埋防蚊門去睇一睇啊！而家所見，左邊係高清網，右邊係玻璃窗。高清網相當高清，係咪呢？再睇下陽台嘅防蚊門，中間一對防蚊門係關上咗，現在防蚊門開咗，中間係空嘅。右邊係防蚊網，左邊係空氣。大家可以比對下，高清防蚊網係的確好通透嘅。總結防蚊紗窗同埋防蚊門嘅價錢，防蚊紗窗8隻一共2800蚊，防蚊門4隻一共3433蚊，總價係6233蚊。安裝濾水器。3蚊獎啊，都係3蚊獎，係恭喜晒。OK。業主敲金蛋，我抽中3獎，3獎就係呢一個康佳淨水器。而家就要開箱啦。5分鐘之後開咗出嚟，原來都幾靚仔喎，金色面嘅，裏邊有5支濾水嘅嘢。咁咧有說明書啦，仲有呢一條應該係啲水管嚟嘅。好，等我研究下，自己識唔識裝先。睇嚟呢個濾水器係個好嘢嚟嘅。我喺香港屋企嘅濾水器咧只有1支管，而呢個濾水器有5支管，過濾唔同嘅微生物同埋雜物。5重過濾應該比我香港屋企嗰個好嘅。睇咗說明書啦，安裝係唔困難嘅，但最大問題咧就係佢係安裝喺廚台個台面嘅，要喺個洗菜盤個水龍頭嗰度安裝一個分水器，接駁喉管去到濾水器，一條入水，一條出水。呢個金色嘅濾水器佔用咗台面，喉管一堆喺度糾纏，係好唔理想嘅。於是咧我就考慮將濾水器裝喺台底下邊。咁樣係需要一個裝喺台面嘅水龍頭。於是咧，我喺說明書嗰度揾到康佳公司，對方安排一家叫做快可立嘅工程公司聯絡我，話工程費係100蚊，另外加配件嘅費用。佢又派咗一位叫做 Q 師傅係俾我去安裝嘅。Q 師傅聯絡我，叫我將淨水器同埋有關嘅配件拍片俾佢睇，佢就叫我俾80蚊用嚟買水龍頭同埋相關嘅配件，同埋約咗安裝嘅日期。我發咗80蚊俾佢，然後佢微信咗一段錄音俾我。馮生，仲有呢個問題，因為你張單係保外嘅，你可唔可以取消？你話自己會裝啊，同商家講，你話唔使師傅上門啦，因為我哋上門咧，我哋收咗你配裝費咧，勁過仲要抽水嘅，我係小慶嗰度咁聯絡到啦，你可唔可以取消到嘅？我一樣上門嘅啫，即係唔俾公司抽到水咁啫嘛，好唔好？聽咗 Q 師傅嘅要求，我心諗呢個 Q 師傅對自己嘅公司咧並不忠誠，我對佢嘅誠信產生咗懷疑。我諗如果我取消咗安裝，佢如果唔嚟呢，我就會無從追究嘅。第二日我就用呢段文字回覆佢啦。Q 師傅早上好，明白你嘅要求，但我一直都係同呢個快可立報告工程嘅安排，話約咗8月22日嚟安裝嘅，而家忽然取消係唔妥當呢。之後 Q 師傅再講咗一次，我冇理佢。到嗰日佢都應約嚟安裝，用咗半小時，包括埋試水就安裝好啦。我俾佢100蚊就完咗成件事啦。濾水器係裝喺廚台嘅台底。
呢個80蚊嘅水龍頭係裝喺呢一度，係十分方便好用嘅。呢2年嚟，我都係咁樣斟水嚟飲，好方便。多謝各位觀賞，請點讚、訂閱同轉發啦！